觀塘某一間工廈13樓某寫字樓，水牌寫住光明有限公司。夜晚10點，昏暗嘅熒光燈閃爍，辦公室氣氛陰森。陳小明，小明，一個20歲 Gens 嘅新員工，第一晚返夜班，坐喺一張舊辦公桌前，四周係一堆陌生面孔，電腦熒幕發出幽幽藍光。組長林生，滿臉鬍渣四眼中老一名，攝手攝腳走到小明座位前，似笑非笑。其實呢，我哋呢度係返21點嘅，第一日可能唔慣吧，下次準時返就得。小明聞言冷冷地道：疏，咁我唔做，並作勢執背包走人。林生，明哥仔，咁又唔使，你都幾幽默，我份人都玩得㗎，哈哈。小明沒有陪笑，只插上耳機繼續聽歌。隔離台同樣20幾歲的肥仔成忽然答話：喂，兄弟，林生份人冇咩嘅。小明，你同佢好熟？穿住鬆身 T 恤，滿臉疲憊，食緊薯片的肥仔成，我都只係返咗1星期，不過一陣就會同組長辭工。小明好奇，點解要辭工？肥仔成壓低聲：你唔覺呢間公司怪怪地咩？我返咗1星期，成日覺得有啲嘢喺背後望住我。佢再歪歪頭，仲有，我原本200磅，而家你睇變咗排骨。小明半信半疑：吓，1星期瘦咗咁多？呢度有得健身咩？肥仔成驚恐地瞪大眼：健身？我話你知，呢度有鬼。佢壓低聲：我見過，半夜有黑影喺影印房閃過，仲有怪聲，所以要同林生辭職。林生忽然又攝手攝腳，無聲無息咁行過來：有嘢搵我？林生拍拍肥仔成膊頭，笑到陰陽怪氣：阿成，點啊？又同新人講鬼故？佢又轉向小明笑住講：小明，唔好聽佢亂講，呢度係高科技公司，配合國際市場，道指開市，返夜班好正常。肥仔成深呼吸一下，鼓起勇氣：林生，我真係要辭職。你見我身體越來越差，又瘦咗，以前食2包薯片，家陣只食得落1包，我真係頂唔順，你俾我扯啦。林生笑容僵咗一下，隨即堆滿笑：阿成，咁點得啊？你係我哋嘅精英，咁啦，我同老闆講，升你做副組長，人工加1倍。點樣？肥仔成呆住，低頭喃喃自語：我都唔想做，你仲升我職咁得意，仲加1倍人工。佢眼神空洞，但我真係見到黑影喎，加薪有冇命使加？小明聽到黑影，個心寒咗一寒，但仲係半信半疑：真有咁嘅事？突然，全公司嘅員工齊齊企起身，列隊操練，齊聲大喊：老闆萬歲！老闆萬歲！小明一頭霧水，望住肥仔成。小明細聲：吓？老闆喺度？肥仔成搖頭，眼神驚恐：我返咗1星期，從來冇見過老闆，但佢哋晚晚咁叫。燈光閃咗一下，小明心頭一震，覺得呢間公司真係古怪。第2晚，小明返到公司，發現肥仔成嘅位已經空咗，換咗一個新人，曲髮長長，笑容迷人，渾身散發誘人氣息。小明偷望女生：哥仔你好，我叫阿玲。小明吞晒口水：你係新來？肥仔成呢？阿玲拋個媚眼，聲線軟綿綿：肥仔成？唔知喎，我今晚先第1晚返，你就係小明？好可愛喎。小明面紅耳熱，心跳加速。阿玲企起身去影印房，小明眼定定望住佢翹起嘅臀部，差啲流鼻血。突然，阿玲一聲驚叫。阿玲驚慌：哎呀，我的恤衫俾影印機勾住！小明，幫手！小明連忙衝入影印房，見阿玲嘅恤衫真係俾機器勾住，佢試圖幫手，點知越幫越亂，唔小心一扯，恤衫嘶一聲撕破，露出阿玲黑色蕾絲內衣。
小命呆晒，結結巴巴，對唔住，我唔係故意的。阿玲咬住唇，眼色一迷，冇所謂啦。佢慢慢行近小命，你好似好緊張喎。阿玲再伸手輕輕摸小命手臂。影印房內氣氛瞬間變得曖昧，阿玲嘅香水味同小明嘅心跳混雜，兩人四目交投，乾柴烈火。小命再也按捺不住，攬住阿玲，兩人喺影印機旁吻起來。阿玲嘅手滑入小命衫底，小命亦大膽解開阿玲剩下嘅衫紐，兩人喺影印房嘅昏暗燈光下糾纏，影印機仲喺度嘟嘟都咁響，似係為佢哋伴奏。阿玲喘氣，細聲喺小命耳邊：小命，你好衰。佢笑住講：但我中意。小命正想回應，突然感覺到一陣寒意，轉頭一望，見門縫一隻眼喺度偷窺，閃咗一下即刻唔見。小命心一沉，隱約見到係林生嘅身影。小命驚魂未定，推開阿玲，下有人喺度。阿玲整理衣衫，笑說：你緊張咩？無人啦。影印房咁暗，小命心神不定，總覺得有啲嘢唔對路。但阿玲已經拉住佢手，繼續挑逗，佢一時又被迷住。親熱中的男女卻不覺在放影印紙的位置，有個大紙箱震了一下，原來滿身薯片的肥仔成在箱中反晒白眼，奄奄一息。半夜2點，公司突然門鈴響起，打破詭異嘅寧靜。小命座位上仲回味緊同阿玲剛才一幕。阿玲，邊個咁夜會嚟？林生突然出現，笑容詭異，可能係外賣。阿玲，你去睇睇。阿玲整理一下亂髮，不情願咁行去門口，見一個外賣員拎住幾袋食物，隔住玻璃門大叫。外賣員不耐煩喂：點解冇人應門？外賣到啦。阿玲正想開門，但突然全公司嘅燈閃咗幾下，然後全黑。外賣員湊近玻璃門窺探，只見室內烏燈黑火，但門後一個着恤衫短裙的阿媽亦同時望出門外，四目交投，嚇到外賣員叫咗一聲哇！呢個時候 office 內一班員工突然齊齊企起身，手舞足蹈，齊聲大叫：老闆萬歲！老闆萬歲！外賣員嚇到仆街，喃喃自語：吓？咩料？手震震將外賣袋擺低門口，轉身就走。外賣員衝到大廈樓下，氣喘喘同看更講述見到嘅怪事。外賣員驚叫：大叔，13樓嗰間公司有怪事，門後有迷你裙阿婆，仲有明明烏燈黑火，但一大班人喺度跳舞叫老闆萬歲，仲有怪影閃來閃去。看更陳伯冷靜地點支煙，吐個煙圈。後生仔，你唔知13樓嗰個單位1年前已經燒咗。話說有個員工追討欠薪，點知同老闆爭執，一怒之下縱火燒咗間公司，一死8傷。死嗰個，佢停頓一陣先講，聽講姓林。外賣員嚇到腳軟，吓？但我啱啱聽到有條友嗌林生喎。看更笑得詭異，你見到嘅可能唔係人。鏡頭回到13樓綠幽幽的長廊，光明有限公司門外傳來陣陣詭異回聲：老闆萬歲，老闆萬歲！長走廊電燈由遠至近一盞盞咁熄，最後傳來小命嘅一聲尖銳慘叫，劃破夜空。